油塘係一個依山而建嘅社區，所以有好多石級同大斜坡。對於啲行動不便嘅老友記嚟講，要喺呢區出入真係唔容易。正因為咁，鄰里之間守望相助，顯得更加可貴。每一次嘅爬上爬落，都見證住呢區獨有嘅鄰里溫情同堅韌嘅生命力。每日返工，我都會經過呢條路。我哋鋪頭就喺呢個社區入面嘅一個小角落。今日就帶大家一齊去我哋樂康軒位於油塘嘅分店。我哋樂康軒希望俾到客人嘅，唔單止係一件幫到佢嘅貨品，更多嘅時候係傳遞到一份關心，一份街坊之間嘅人情味。前排有位伯伯嚟，話想買張輪椅俾太太。婆婆膝頭哥痛，行唔到路，只可以留喺屋企，個人冇晒心機，所以就想買張輪椅，可以推婆婆周圍行下。聽得出伯伯好錫婆婆，但見伯伯年紀都比較大，我擔心呢區太多斜路，伯伯推住婆婆行斜路會好吃力，所以我決定同伯伯介紹電動輪椅。婆婆學識點用之後，想去邊度都好方便。伯伯又可以陪喺婆婆隔籬，同佢傾下偈，唔使推到身水身汗。我仲即刻開着部輪椅，教伯伯點樣用個控制器，等佢親身體驗下有幾方便。幾個月之後，伯伯同一個精神爽利嘅婆婆一齊返嚟搵我。婆婆笑到見牙唔見眼，佢話全靠依部寶貝車，而家日日都可以落街周圍去，成個人都開心晒。自此之後，我成日都會見到佢哋一齊落街經過鋪頭嘅身影，仲會時不時嚟同我傾下偈，分享下今日又去咗邊度玩。呢份用幾多錢都買唔到嘅喜悅，係源自於一份最真誠嘅人情味。我哋深信最珍貴嘅健康處方就係人與人之間嘅溫暖。Medimark 樂康軒，守護健康，傳遞溫情。